台南麻豆的转运站顶个月设公用的脚踏车站，也毋过因为附近的奥多拜违规停车是真严重哦，想要骑脚踏车，车嘛开袂出来，无法度借车。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，会来放告示牌，呼吁民众毋通乌白停车，卖车警方来处理。 台南麻豆转运站外口，台南市交通局顶个月拄啊设置的U摆，车后壁就启用停两台奥多摆挡掉的。不过，这款的状况伫中秋以及国庆连假是更较普遍。脚踏车是根本无法度动，相片是上网，嘛启用批评无公德心。停无路的时阵哦，拢个停入去啦。建议哦，做底牌啊，哦，劝导变性啦，莫讲一定要纵化啦。哦，现在牌啊，讲啊是专用区，安尼就好啊啦。除了违停的机车之外，就连边仔的轿车嘛，毋知放了偌久。 民众私底下带警告标语，敢若嘛无啥物用。附近的民众是盼望公部门介入处理。对此，交通局嘛表示，近期会先去设置告示牌。那另外，我们也会加强禁止停放机车的一个喷字。那也请后续也会请警察局来加强协助。 麻豆以及周围的区域，南来北往的人潮是真侪，公共单车的需求嘛侪。但是过去因为出地用地是真困难，经过侪处的争取，顺利设置。交通局除了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之外，后续嘛会请警方协助处地来告发，记者政府台南报道。